娃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你敢有去银行办过代志？亲像开户、寄钱，也是领钱，这个拢是咱日常生活会做的代志。今仔日咱就来学几个甲金融、消费有关的语词。咱若头一摆去银行，头一项爱做的代志，就是开一个新的口座。口座嘛会当讲户头。搁来，银行的人会问你要寄金铺啊无？寄金铺啊，嘛会当讲手指铺啊。即马真侪少年人拢无爱用寄金铺啊，讲伫网络顶观看就好啊。大家敢会用寄金铺啊？会当留下甲我分享哦。刷落来口座开好，咱就会当寄钱入去啊。寄钱嘛会当讲寄金，寄入去的钱就会变成咱的存款。等咱要用钱的时阵，就会当去银行柜台，也是 ATM 领钱，嘛会当讲提款。过来，若是要出国，咱就爱去银行换外国钱。外国钱嘛会当讲外汇甲外票。咱伫柜台会当摕纸票，嘛会当讲银票，甲行员换外汇。若要去日本就换日票，要去美国就换美金，要去欧洲就换欧元。要去香港就换港票，另外咱台湾钱叫做台票，嘛会当讲新台票哦。好，最后咱来看去买物件的时阵，伫柜台会当用的消费方式。咱若去超市买物件，物件客咧，就爱去排队结账，嘛会当讲纳钱纳销。纳钱的方式有真侪种，会当直接用现金现仔来纳。嘛会当入卡用信用卡来纳，另外即马嘛真侪人开始用电子支付来纳钱哦。大家出去买物件，拢较介意用倒一种方式来纳钱呢？欢迎留下甲我分享哦。今仔日分享的语词拢是伫生活当中会用到的，大家以后若去银行有去买物件结销的时阵，会当试看卖用台语来讲。你好，我要寄钱，我要领钱，寄金铺啊，甲我录一个。我要用现金，我要用信用卡来纳钱。好，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这。若是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莫把起赞、甲分享出去，也袂订阅观众朋友，莫直接订阅，看要遐铃仔咧，看到收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 ，Lisa 嘛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欢迎大家 follow 直接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